兔兔。你個肚入邊係咪有蟲蟲啊？梗係啦，你成日亂食嘢，所以好容易出現絞肚痛、個肚谷谷。小朋友唔舒服，我都冇心情做任何嘢啊！媽媽最糾結嘅時刻嚟啦，就係用幾百蚊買一盒益生菌翻嚟，唔知小朋友食唔食嗰下，好浪費啊！唔係怕使錢，而係怕使咗錢，小朋友唔食先至激氣。好彩俾我揾到草基腸敏益。媽媽介入門級嘅益生菌，呢款益生菌大人小朋友都啱飲。媽咪唔俾我食糖，但係呢包可以。揀益生菌有時菌種太多，唔知點樣揀，菌數多到嚇親，又怕依賴，價錢貴又怕小朋友唔食浪費。呢包口碑好好，好多媽媽讚性價比高，菌種同埋菌數都啱啱好，唔怕依賴，價錢入門，最緊要係超好味啊！小朋友追住食唔浪費，一條都冇剩啊！可以倒入其他產品沖飲，就咁食都得，有滋味，酸酸甜甜，好易入口，好好味啊！小朋友腸道健康 ，Happy Kid Happy Mom。其實草基腸敏益呢款益生菌都啱我哋大人食噶，好似我咁，一飲咖啡或者食辣嘢，就會去廁所去得好密，解決到飲食習慣嘅腸道唔舒服，平衡腸道微生態。而且佢有營養師推薦，有齊益生元、300億11種益生菌，加埋專利後生元、專利3層鎖菌，粉劑易入口 ，keep 住食個又冇咁容易病啊！腸好免疫好。媽咪食益生菌啊，嚟睇，兔孫我分享。而家草基腸敏益有限時優惠，大家快啲去萬寧草基門市同埋草基品牌體驗中心，又或者係草基官方購物網先攞摸購買啦！